各位觀眾，新聞報導。第一則新聞：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發表聲明，指高等法院法官陳家信多次喺判詞中出現司法抄襲，行為完全唔能夠接受。張舉能今日已經要求陳家信提早退休，陳家信已經提出退休申請並獲批准，今個星期五起生效。張舉能表示，係經過審慎考慮之後，決定採取進一步措施，以維護公眾對司法制度嘅信心。第二則新聞：香港大學校長張翔宣布，將喺2028年10年任期屆滿之後，卸任校長以及副校監職務。張翔喺致師生嘅信中表示，港大需要迎接新理念，因此需要一位新領導者引領學校變革。佢提前公布消息，係希望俾校方有充足嘅時間尋找下一任領導人。張翔又話，卸任之後期望返咗去實驗室，喺科研領域繼續貢獻社會。第三則新聞：觀塘協和街中午12點半發生交通意外，一架專線小巴同貨車喺小巴站入口相撞，初步有10人受傷，多架救護車到場，傷者送往聯合醫院治理。咁警方正係調查呢個意外原因啦。第四則新聞：政府統計處公布，本港6月整體出口貨值按年急升53%，進口亦升4成半，分別連續3個月同4個月錄得超過4成嘅升幅。主要受惠全球係對人工智能相關電子產品需求持續強勁，出口至美國更升逾1倍，輸往新加坡亦都升8成3%。政府發言人表示，展望未來 AI 相關電子產品嘅蓬勃需求，應繼續為本港貿易帶嚟支持。第五則新聞：強颱風紅霞尋日吹襲香港，天文台一度發出9號信號。氣象專家梁榮武就表示咧，紅霞喺香港東面登陸，即係所謂東登，相對西登對香港嘅影響較細，加上北風幾乎冇引起風暴潮。另外，受冧樹影響，東鐵線太和站附近架空電纜琴日受損，服務一度受阻。有立法會議員促請港鐵加大投資創新科技，進一步完善應對極端天氣嘅能力。新聞報道完畢，各位觀眾再會。